来看国民健康署早起公布一份调查，看业者面对未买婚的少年消费者，敢会要求看身份证，结果发现业者的违规率平均是32%，比两档违规的比例上悬，超过40%。因为婚害防治法伫今年3月已经修法通过，结婚的年纪已经提悬到20岁哦。国健署嘛强调讲，业者若属违规，上济是当罚25万。拒售烟品与儿少。大城花口河国健署发布一份报告，讲去年4月到10月期间，找已经满18岁少年人去买婚，发现讲有3成2的业者无看身份证，就卖予消费者。并两档违规是上严重，有4成2，一般商店违规也超过4成，超市大卖场、便利超商的违规率也真高。连锁超商那它的比例就比较低一点点，那一般的槟榔摊就会比较高。针对违规的现象，消基会表示，除了爱业者配合以外，主管机关也爱严格稽查，才有法度把违规的比例降低。对，我们觉得可能在主管机关的部分呢，对于这2个部分，可能真的要加强这个查核的状况还有呢，要加强来做辅导。我想这个双管齐下才有办法来做得到，因为40%真的是蛮高的哈。婚害防治法为今年3月伫立修正，无满20个人袂使买婚。国健署是呼吁业者爱看消费者的证件。若准消费者拒绝，就袂当销售。假使卖予无满20个消费者，业者上当会当罚25万的罚款。记者柯家轩、小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